泰國當地人嘅眼光，佢哋自己到底係點樣揀佛牌嘅？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日嘅深度分享。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好得意，但係每日都發生緊嘅現象。喺我哋平時嘅收藏圈子入面，不論係喺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定係馬來西亞，好多人請佛牌嘅節奏都係咁樣。首先睇下呢尊牌喺市場上紅唔紅，炒到幾多錢，跟住就上網查下佢嘅功效，到底係招財定係擋險。最後可能仲要反覆確認有冇某個公會出嘅鑑定卡。但係如果你經常去泰國行入曼谷本地嘅茶室，或者去到本地人嘅佛牌市集入面坐下，你就會發現泰國本土藏家選擇佛牌嘅邏輯同我哋想象嘅完全係兩回事。佢哋唔會去睇嗰啲天花龍鳳嘅宣傳海報，甚至好多人根本唔在乎嗰啲所謂公會所出驗證卡。咁就引出一個核心問題，呢啲一世同佛牌生活一齊嘅泰國本地人，佢哋到底係點樣幫揀自己佩戴嘅佛牌嘅呢？今日我就用喺呢行睇過、經歷過嘅真實情況，幫大家整理一下泰國人揀佛牌嘅三大核心維度。聽完今日嘅分享，大家以後喺收藏嘅路上就可以少行好多彎路，甚至可以用泰國頂級藏家嘅眼光去重新審視你手頭上嘅收藏。泰國人揀牌嘅第一個核心叫做信奉師傅嘅德行，泰文叫 Barami， 而唔係去睇尊牌嘅法相。喺海外華人市場，好多人係因為尊牌而認識師傅，因為聽講呢尊坤平好，所以先至去係邊位師傅做嘅。但係喺泰國剛好相反，佢哋係因為師傅而請牌。而泰國是一個小乘佛教國家，男仔一生人基本上都要出家一次。對於泰國人嚟講，邊位師傅嘅修持好，邊位師傅對當地嘅廟宇同埋村民有實質嘅貢獻，大家心入面都有把秤。呢位師傅可能一世人都冇做過啲咩名貴嘅金屬牌，可能只係喺圓寂之前用信眾供養嘅飯廟入面嘅泥土隨手壓咗幾尊極其樸素嘅粉牌俾村民。但係喺當地人眼裏，呢啲牌就係無價之寶。點解？因為佢哋日日睇住呢位師傅禪修、為人治病、講經說法，師傅一世人嘅修為同埋慈悲，全部都融入晒喺呢啲材料入面。所以泰國人揀牌，首先揀嘅係師傅嘅人格同埋德行。如果一位師傅嘅戒律不清，喺當地嘅口碑唔好，哪怕現代商業包裝將佢吹到好似神仙下凡咁樣，做出來嘅牌幾咁精美，名號幾咁響亮，本地藏家連睇都唔會睇一眼。佢哋深信聖物嘅力量源自於師傅純正嘅禪定力同埋願力，呢個先係根基。第二個維度係根據自己嘅生活狀態同埋職業進行極其務實嘅匹配。大多數海外華人，好多人請牌都帶住一種投資投機或者一步登天嘅心理，希望請一尊牌，下個月業績翻倍或者股票大漲。但係泰國人請牌講求嘅是生活的平衡。唔同嘅職業、唔同嘅年齡階段，泰國人帶嘅牌係完全唔一樣嘅。如果係揸的士嘅司機、跑長途嘅貨車司機，或者是在前線嘅警察同埋士兵，佢哋嘅首選一定是防險保平安嘅聖物，好似古原材質嘅蠟磚、龍婆師傅嘅自身像或者正統嘅符管，對佢哋嚟講，每日平平安安返到屋企就已經係最大嘅財富。如果係做小生意嘅商販、開餐廳嘅老闆，佢哋會選擇性格溫和、具備人緣慈悲嘅聖物，例如藥師佛、善家財，或者是特定名師嘅必打佛。佢哋要嘅唔係橫財，而係客源源不斷、
做生意和氣生財，無小人制度。如果係到咗一定年紀，事業已經穩定嘅中老年藏家，佢哋往往會換上一尊崇迪佛，因為崇迪代表嘅係方正、平穩同埋圓滿，係等整個人生磁場慢落嚟、穩落嚟嘅守護。泰國人唔會盲目跟風，一個坐寫字樓嘅文員絕對唔會因為市場炒作就去請一尊啱前線士兵佩戴火氣極重嘅黨險路牌。一個普通職員亦唔會成日諗住佩戴大殺四方極端聖物。佢哋選擇佛牌，是希望聖物能補足自己當下性格或者生活入面嘅缺口，讓生活順利。第三個維度，亦係最地道嘅一點，泰文叫做白蜀間，也就是當地反饋。泰國人請牌非常看重身邊人嘅真實經歷，呢種經歷唔係牌商喺網路上寫到神乎其極嘅中彩券擋子彈嘅故事。舉個真實嘅例子，喺泰國嘅某個村莊入面，如果有一條街嘅電單車司機喺發生嚴重車禍之後，居然都奇蹟咁樣只係受咗輕傷，大家起初可能覺得係運氣，但係如果經過大家飲茶傾偈一對比，發現呢個人身上居然佩戴住一位本地老和尚所製作嘅符珠，咁樣不出3日，呢位師傅嘅廟就會被在地人擠爆。呢種由當地社群鄰里之間口耳相傳，經過時間考驗嘅實證反饋，先至是泰國人心中最硬嘅招牌。泰國人睇牌睇嘅係長期嘅穩定性，一尊佛牌好唔好，睇嘅係佩戴了5年、10年之後，呢個人嘅家庭係咪和睦，事業係咪穩步上升。呢種瞬間暴富，隨後又迅速落魄嘅案例，喺泰國人眼裏唔叫聖物嘅庇佑，嗰個叫透支福報。本地老藏家最敬畏嘅係嗰種能等大眾、細水長流、逢凶化吉嘅審穩力量。好啦，傾到呢度，我哋今日呢個議題嘅核心其實已經好清晰。泰國人選擇佛牌，本質上是在選擇一位值得敬仰嘅導師，同時能幫助自己嘅生活尋找一個安心嘅錨點。佢哋唔會被商業宣傳牽住走，唔會為虛高嘅泡沫買單，而是回歸到最純粹嘅生德、職業匹配同埋在地口碑。呢個亦係我呢20幾年嚟睇住市場潮起潮落之後最深嘅體會。佛牌從來唔係投機嘅工具，佢係修行同埋生活嘅輔助。下一次我哋嚟傾一個大家都很關心，但係亦很容易走入誤區嘅話題。我哋請佛牌嘅真正目的到底係咩？係為了解決眼前面對嘅困境，定係為咗長期嘅心靈託付？多謝大家今日嘅收聽和關注。如果你對當地人揀牌嘅邏輯有任何諗法，或者你手頭上都有呢啲聖物，歡迎喺我哋群組嘅留言區一齊交流。